对袂用的死，你是有冤枉的。冤枉？叫做，你哪知影我是冤枉的？叫做，你讲啊，你是冤枉的。那安尼，10年前我生的毋是妖怪吼，是人。 那是查甫的，那是查某的。教主，你讲啊，你紧讲啊，是啥物？ 皇上降旨，永暗3更要火烧碧云宫。娘娘，你还赶紧逃走啊！火烧碧云宫是皇上降旨，是老娘娘奏旨，讲碧云宫有妖气，必须要消除妖气。皇上才会降旨要火烧碧云宫。 所在是娘娘，你赶紧准备逃走，紧啊！我无想要逃走，这10年来苦挨一段凄凉的岁月，不如一死了却。娘娘。 我数摆想要心断你，只是我都通袂记你10年前的迄件代志。我唔相信，我所生的正是妖怪。这10年来，在碧云宫高请偷食，盼望着真相大白的迄一天会来临。 将要变成泡影。娘，不亏这是运命，苍天竟然会予我这款的下场。娘，你袂用个死。 对别人来讲，无定就是一件真可怕的代志；也搁对我来讲，生是不如死。娘，你袂用个死，你绝对袂用个死的。我即马真想要死，只是。 予我失去不明不白，我死也袂瞑目。娘，你唔通搁再哭，恁紧提起。娘。 赶紧提起啦！最后这几个时辰，互我家己一个人踮遮安安静静心静。娘，求你让小强到继续候你几个时辰好。但你一片的重视，也不过这几个时辰对我来讲是真宝贵。 你也是，互我家己一个人踮遮安安静静想一个往事。娘，紧去，
你也应该倒转去思考老娘。娘娘，你绝对袂用去死，你是冤枉的。冤枉？叫做，你哪知影我是冤枉的？叫做，你讲啊，你是冤枉的。那安尼，10年前我生的毋是妖怪吼，是人，也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。教主，你讲啊，你紧讲啊，是啥物？是电话，是电话，是太子。原来咧，太子咧，伊即摆伫啥物所在？教主，你紧甲我讲啊！你无激动，请冷静，请听秘鲁诉真情。真老牛甲过外脚加顶，用金丝眉毛来换你的小娇声。原来是因谋害我，原来咧，太子咧，老牛伊命令小强兵，将太子放落金水池。你害死我的囝，教主，你害死我的囝，我的囝咧，娘娘，若无我的囝伫啥物所在？娘娘，小强兵别输无注意。他有当公公，伊才将他下死。是迄个单林氏，单林奉旨要往南昌乡，秘鲁甲伊暗相拥，为救皇叔叔关中，他已自藏在迄个义暗中。太子，即摆是伫啥物所在？这3年行用在南昌，是定娘不用性，皇上立伊为太子，当今殿下就是娘娘你的亲生。当今殿下是我的囝，当今太子就是我的囝。迄个文言的幼儿望风起，我含冤无边100年，我讲强中啊来去便你。娘娘，你不要来去，令你恐怕是已经知。敢已经办啊是？袂办，也你嘛换主。事是真，要有你叫主啊做证明。万事的对方兄是心痛心，恐怕秘鲁是咱子的正义。原来安尼嘛，还阁有担任陈公公啊！陈公公也是老逼，乡囝还无法度通做一款天大的证人啊！有啥物人会当做证人？对，南清宫8,000岁，迄个皇后心事。
前强8000岁，也无法度通我做证。娘娘，事关重大，皇上未必会听信8000岁一面之词，而且事假残明，恐惊皇上袂相信这件代志，也无确实的凭据。搁再讲，殿下还阁安尼少话，万一若搁去问我，是要安怎？娘娘，你都爱三思啊！我爱真是行万莫变的事。天哪，我的命哪会这呢啊苦？娘娘，已经日期啊，我爱赶紧回宫。娘娘，你紧生我逃走，你爱紧走，娘娘。